风台对恒春半岛造成着威胁。屏东县政府昨暝宣布，恒春、邦山等6个乡镇停班停课。讲县长周春美的面册，互邦寮的乡亲灌甲壁。有人来留言，讲这个邦寮甲邦山敢若差1万桥尔，结果一边休困，一边无休困，敢讲这个风敢若会吹到邦山尔。县长周春美讲，伊是依照着气象署的资讯。 花甲山风台正做强台，渐渐接近台湾，可能对南部地区造成真大威胁。屏东县长周春美一透早就到新园的抽水站视察。虽然目前也无明显的风雨，不过花甲山的威力是袂当看轻。所以今仔日拢总有6个乡镇：邦山乡、车城乡、恒春镇、西雅乡、牡丹乡、元州乡有停班课的标准。消息出来了后，县长的面册就别开，因为来看地图，邦山甲邦寮2个乡镇，敢若隔一座邦寮大桥。不过煞天差咧地。 邦寮乡正常上班课就引发质疑，敢讲风台敢若到邦山，邦寮就无风雨，差一座桥风敢就会较细。咱实际来行一抓，所有店家拢正常营业，路里的车甲人敢若拢无受到风台的影响。车站外口的民众嘛是来来去去。有什么差别待遇吗？不会啊，因为那边真的风很大啊。心情上有一个落差。还好，就政府规定怎样就怎样。我不会在意啊，风雨不大的话就不用放啊。没有放。 那就不要造成危险就好了。当地民众对今仔日无放风台假，大部分拢讲尊重县府的意见，不过嘛有人点出主要的关键。公务人员啊，学生比较有关系啊，我们是比较不会在意这个东西的。可能是学生受到的影响较大，那面对民怨，县长嘛来回应。虽然说在旁边，但是依据相关的科学还有相关的研判，并没有在这一次的范围里面。愈暗风雨可能就会愈强，对正常上班课需要通勤的民众来讲，加减有小可无方便，才会出现有意见的声音。 Hello， 我是林仙怡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